你俩拜托啊咧，莫安尼紧天天啊，挨老医生约好咧。好啦，挨打电话，先落后来平安路上啊。哎，出茶室莫开电话。哎，我阿公啊，莫要紧啦，那以后莫上班了咩？那做得便宜啊。哎，东东，拜托啊咧，阿公吼，有挺难讲的事情。看到了呀，那嘛见冇法咩？不过阿公，你放心啦，哦，我唔会老骗人讲嘅啊。啊，他真是迄讲唔得嘅病啊！医生讲，俺射护线有怪东西爱拿铁，拿铁还是冇利用咧，摸一条病来卡，安尼有欢喜冇？啊？哎。爱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为着马甲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翱翔。老公，你的身体可能要安杂，那法。俩生意丢啥？对癌症无了解。你看，那你也看下来，下面安尼香棒棒的，系无？啊？癌症做出去那个好朋友嘞啦，没事，放心。普拉阿公啊，他经历了那么多次癌症治疗都没有被打败，而且还越战越勇，我们都超崇拜他的。他老啊？但这样100哦。哎，骨较多摆嘛冇要紧啊，啊？哎，两个世界暗讲，俺用啥的提早离开哦。再讲，俺还有很多事情忙做。俺好眼低度，啊，还有按等于下个事哦，俺莫按简单就消停呐。放肆，不是烦恼。
这是那个抗癌药剂的副作用，很多病人都承受不住，但是普罗阿公却从来都没有喊过一声苦哦，他真的可以说是我们医院的模范呢。歹势啦，较好，若唔伫咧你迄情形。你嘛好歹势，普罗阿公是真正的恶毒狗，来就不，不是烦恼啦。对不起，你这么努力的活下去，我却不爱惜自己的生命。以后我不会再做傻事，真的对不起。高条，等一下旅行那天，我们就进去给金针菇一个 surprise， 好不好啦？好。Oh iya, Xiaotiannya baru saja keluar dari rumah sakit 2-3 jam yang lalu di bawah mamanya. 教头，他说他已经出院了，他妈妈早上带他出院的。哦，出去吧，就这样，谢谢。你爱上目个？迄伫咧上我辞职，也去上麦克。喂，那有没有假天疤？有条事情啊。你还好吧？抽烟你有冇讲哦？冇啊，冇事情嘞。哎呀哈！我先出去，再见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问你一件事情，我想确认一下，我们分手了吗？你觉得呢？走吧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要先走。你怎么回去？你朋友载你吗？对啊。哎，教头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帮你介绍一下。快点。他叫 Michael， 他叫教头。我们见过。是啊。我跟你说，在阳光学院里面啊，他们大家都叫我们俩神雕侠侣哦。神雕侠侣嘛，他是教头，因为他很火爆；我是仙女，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仙女。然后我们俩很好，很好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他载我回去了，我先走哦，拜拜。他看着我。
秀小姐，你草本伊倒带很用的，做得人来讲哦。水都爱用，你买去请买口嘿，用迄几只狗头，人送转来啦。送转来？系啊，送转来啊，无还哪年转来啊？唔免来讲，伊只洗毛的吼，洗就洗到爱用穿得嘿。好彩哦，人家同事哦，看迄个一整排毛哦，有那个事情，还可以用甲散啊啊！一时的就唔记得。跟你多带有一起买口毛咯。叫女朋友嘞？无可能吧？嘿嘿，做唔得打电话问去啊？从来咩都按用，专问清楚来啊。问清楚，按用做，就像俺抢做的假本去用啊，这么会，就算变到龙虎婆，嫁唔出去，俺要干烟呐。哎呦，Michael 唔免按用的人啊，记好。好嘞啦，莫讲人会讲遐啥人啊？啱你，你就看到嘞，伊个什么的，全家不卡走错。哎呦，哦，难电机，我哪讲嘛？好啦好啦，唔会讲就唔会讲。个条路喏，你有冇个打算？你希望俺辞职错吗？来滴啊！你讲的冇唔错啊！哎呦，就系小八条件呢，俺打嘛。俺爸同俺做到同好啊，做得为一个学生的佢条人生负责。结果咧，朋友做唔好，欣赏咩系，还系一个不好嘅妹，总系本钱。好诶啦，俺弟我讲嘛嘅。马家就唔是讲，还要手艺嘞，俺都缺。唔好，请好顶俺讲马家啦，我张头哪痛？好啊，好。金针菇啊，今日请假啦。比如讲嘛干嘛？也很是闷。伊啊，听说啊，伊穿条路诶，毛都准备留好啦。啊，看哦，我听说哦，伊哦，伊请一个有钱人哦，做小奶奶的啦。哎呦，伊啊，就想还没底，你看，伊啊，伊个条件带到呀，你看要2个月来，哈，做到为止，做很多事情，你哪会滴滴钱听听？哦，还没要得睡觉的事情，看到，其实啊，家去做高中的阿妹哦，闷很啊。唉，哪一次想哦？
金针菇也唔免安尼经营啊。哎呦，上桥讲，唔是一家变一家的啦，人家还擘开提防，吼，现做的本人家一多钱，系冇？也还上来做事情了，都来来去去啊，马上牛对的提防哦，吼，做一生意呢，系冇？时代冇共样的啦，有马上想安尼，系冇？用点力啦。用力啦！他都不还手。我不喜欢打架。啊，打这不是打架，这是运动。是运动。哦，你用力，他才会用力。用力。来，用力。哎，比赛快到了哦，这几天我们训练会比较严格哦。严格。加油！哦，你这个力道，到时候比赛会完蛋。来，出拳，再来，好痛！你又挡不到。你很暴力耶！金针菇比你温柔多。金针菇嘞？哎，对啊，他冷嘞。他现在在休养了。哦，可是我们这几天呢，请到一个助教来帮我们的忙。哥哥妈妈。冬妈好，请多多指教。用右hand回来。好，继续练习。哦，喂奶有够累的。好像怎么吃都吃不饱。那你怎么都不吃？想辞职了？学姐，你做中途学校老师那么久，都没有遇到过挫折吗？是什么力量支持你，可以让你做那么久？我不是已经落跑了？不一样啦。你去生小孩，哎，不得已的啊。虽然小虎身体不好，照顾起来很累，但有时想想，我却觉得有点庆幸。至少，我不用再对别人的孩子负责。我不知道你遇到什么事。其实我也不敢追问。学姐怎么会变这样啊？有人说为母则强，其实我觉得，反而我当了妈妈以后，变得比较脆弱，或者说比较自私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照顾好我的孩子，我的家庭。我不想在半夜匆匆跑出门去派出所保那些孩子，我也不想再担心孩子回去怎么面对他的家人，在外面是不是交到什么坏朋友。你问我以前是什么力量支持我这么久？择善固执。心中有爱，
我想都有，但也没有这么伟大。就是一股傻劲。练习攀岩的目的呢，就是要练习在害怕的时候做选择，强迫自己啊，看你是要保持原状，还是要向前一步。再一步就会到终点哦，我每次都这样跟自己说。亚基发，主公按多年，不然一基红。娘啊，我讲唔错嘞啊！好教哦，本来就应该爱追求进步、自我要求啊。啊，娘上做得找到搁较大个学生的呢，做得永续经营啊。新来的哈，慢才抢的啊，这个出门迄个啊，正气哥嘿满江红。老兄，你有卖发哦，你就对俺讲。无人啊，这么人对讲老东讲都好个啊。你会讲嘛呀你？歹势啦。你讲话就错啦。哪个意思在讲哦？你头皮屑。家法为什么会有头皮屑？当我太家都这样啊！也是你啊，你是哪个孙女啊？好，你好，也是我从才讲嘅我嘅后生嘅哈，正义我祝你呐，我祝你。你好，东个阿妹。你好，你好。后生既然不我是嘟好有点事情啊，我会处理。你呢是带你妹呀父亲老啊嘞，顺便记得请人家吃晚餐。阿公啊，我还有谁呢？有些冇要紧啊，搞本路向啊！哎，人家按难得来啊，替我做一下主人嘛。来，做乜雞啦？做乜啥啦？冇嘅做乜雞？哈，你叫佢做乜啊？看冇是冇門。胸前啊，也还看不出来吧？胸前哦。做你妈的主人了。那看高条哦，應該唔會中意呀嘛，地美嘅啦。2-3年後一看就冇乜定對呀。衣服還好啊，也沒可能出來啊。人老公用看出來了。陳哥，一猴子咩冇乜嘅什麼朋友咩？見咩假咩？假嘢頭拿啦假，
总卖讲的啊。哼，爱还有阳光方言是科技传宗接代，讲乜呢？我该啊，传宗接代啊。系啊，这种事情可不爱不做的啦。哈，你好意思啊？啊，那个方言吐得出来哦。没啦，爱哦，都前几两茶，一零高粱，淋啲水，and 就补，较想出俩个模切推嘅啊，啉酒啊，开赌池结婚，啥都像伊安尼啊。没啦，去做个动物啊。唔对，伊个迄好教高中，伊个迄主念呢，按用讲法，敢通的？无啊，也都会认真呢 ，human nature。还 human nature 嘞？我俩当都唔咩，都唔啉酒水的事。哎，你都在讲嘛啊你？没啊，我听人家讲的啊，系嘛？对，系嘛，系嘛个，真嘅啦。一本来人家外文系，系嘛？你老人家讲嘛个 human 嘛个 human nature。哎呦，真嘅啊，动作事情有动作方法都是。好啦，你讲个就错，我做事。怎么讲？个酒呢，都系厉害嘛，人家高粱呢。爱高粱，系啊，等后生嘅结婚证拿出来用嘅。唔免记啦，个面床下摆记啊。面床下摆记。蜈蚣酒啦，个湖边酒咩？唉，你还勉强还忙多些个就个时间啦。个有好嘛？从小谁来也好是抢菜。我爸说我没肉，哪有抽死班？照顾嗰條生意嘅呢？用人照顧，唔愛好冇？唔愛好。連 Michael 都冇得捱。真見同佢結婚。张老师，你也没懂球哎。
都唔講法。冇。我可能都冇解釋，用呀。本來就生唔到了。玉兄出過世的。根本你我会死久了。做本嘢係唔係食到都難看啊？我注定嘛。很好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天上的星，别后来啦！不是星星，这不是星星，我是仙女，不是星星。你是白痴哦！啊，那把我们放风筝哦，放风筝，就没有放风筝，就没有现在不是。哎！江玉秀，别闹了，不要闹了。都没有放过风筝，如我自由放啊，如你有心。江玉秀，某些。某些人啊，你終於捱開。哪通哎，做本嘢，整件冇冲到東西啊！哎，有想過一件事情嗎？
想过一件事情吗？喊一摆，唔想我变到用嘅人，讲用嘅想法。条摆无想过，因是唔够晓，系想开始想，系我变到另外一个人。做马街啊？我喺因为普罗阿婆，还有阿公，咁装来好嘢。对我来讲，就係一份條路啊。老實講，一開始我根本就唔係真正關心佢哋。後來，肯定是我發現你把這個工作當成是生活的重心。天天好上嘅笑，天天教你的愛心、熱情，還有活力，影響了在我身邊的每一個人，包括我。還有主任呢？他变得很不一样，他眼睛有爱，那些都假的啦。什么东西是假的？我听不懂啊。我觉得我自己改变很多啊，就是你知道，我一开始都只看到学生的举止、行为，可你看到他们的心，然后。我甚至觉得你让我看到他们的未来，我就开始慢慢在想，那我的未来是什么？然后我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都是从认识你开始。顾叔，你真應該辭職。冇錯。那一場你認同。咪咪。对呀，那你真好。哇！你好不好？好啊。
天天的小风，比到冲天高，自由啊自由，唔好上太多，等到阴公起台风，唔也比天高。了破，你用为安言，当下无数个读点，对多唱心的眼，自由呀自由，唔好受你拖，变多数个人来做，汉江归唔得。